你是罪，我着怎样做？主啊，你是啥人，我着怎样做？咱将时间交陈牧师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我伫民国70年到76年，因为工作的关系来住伫淡水。迄当阵伫遮真侪淡水教会的会友，拢总6年久的时间。37年前因为工作，我到伫台南。我相信拢有上帝旨意。伫到伫民国是40岁时，我拄着一个大车祸，车卸做2节。我的司机坐伫我的边仔过身去，我无安怎。所以有受感动。我到伫46岁时才读新南院，新南院了，伫万年华教会台南，伫台湾教会公报社，搁到伫里湾教会，到伫70岁才退休。我相信人一生拢有上帝的旨意，有上帝的引带，所以真正是感谢上帝，互我所经过日子，主的恩典真正是教育我用。伫今仔日是2024年上尾一个主日，但愿咱每一人会当过一遍来算数，伫即年中间上帝所予咱的恩典，伫风雨中有平安，伫艰难中有祝福，伫顺境的中间，咱着要献上咱的感谢。会早起咱礼拜信息是主啊，你是一罪，我着怎样做？保罗伊毋是12使徒内底一位，总是伊确实伫基督教会史顶面上伟大的一个使徒。伊将基督教对犹太地区传到当时的罗马帝国。保罗伊是出世伫基利家的大数，是今仔日土耳其的纳达亚这个所在。迄个所在，迄时是一个大学城，是东西文化、宗教甲民族贸易的一个中心点。保罗是犹太人，伊出世第8日就受割礼，是以色列便雅悯支派。伊因为老爸有罗马籍公民的籍，所以出世就有罗马籍。8岁时，老爸把伊送转去到耶路撒冷，伫遐接受犹太人的宗教教育。15岁时，伊军队当时加马列正做伊学生。加马列当时是犹太公会议员，伊嘛是法利赛教派律法的权威，所以保罗军队来学习律法。伊对年轻的时，伊就立志，将来要成做犹太人的立志，也是要成做犹太公会议员。所以伊嘛一直用这个目标在打拼。伫当时，犹太人受罗马帝国来管辖，所以因所期待的就是弥赛亚会当早一日临到伫因的中间，来拯救因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。所以因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个君王的身份来出现。所以保罗伊绝对无法度接受人讲耶稣是弥赛亚，是上帝的囝来临到这个世间，伊无法度接受。对保罗来看，耶稣只不过是一个目像的囝，嘛无受什么教育，竟然对伊的人讲伊的死是为人的罪来死，而且死了3日过活。特别是伫五旬节了，保罗看到当时有遐尼济犹太人来信这个宗教，所以徛伫伊的宗教热诚，徛伫伊对传统犹太教伊个危机意识、危机意识，伊徛出来，伊要消灭这信耶稣的人，军队耶稣的人。伊认为耶稣甲伊的学生当时所传的宗教是违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，是一个异端。保罗的名，希伯来名叫做扫罗，保罗是伊希腊语的名，所以有人讲保罗信主以前叫做扫罗，信主以后是保罗，毋对，迄是一个扫罗是希伯来人的名，保罗是希腊语的名。伊的名第一遍出现伫圣经，是伫《使徒行传》7章58节。
当司提反为耶稣做见证，互犹太公会的人杀到城外用石头钉死的时，这钉石头的人，因将因的外衫烫入一个少年人的骹前，这个少年人名叫做扫罗。第60节写讲扫罗嘛欢喜伊死。对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开始，是教会受捆住。第8章3节讲扫罗大陷害教会，入别人的厝，拖因的男女送交路监。3节伊对这大祭司申请公文，要到入大马色的所在，找到信耶稣的人，将因拢绑起来，带转去到耶路撒冷。这就是当时的保罗。所以，请咱唔通忘记，上帝是介入人类历史的上帝，上帝嘛是改变人历史的上帝。所以，当保罗因这人行军瓦大马色时，忽然对天有光四面照伊。扫罗跋伫涂骹，听见有声讲扫罗扫罗，你啥事困着我？伊讲主啊，你是罪。迄个声音讲，我就是你所困着的耶稣。所以伫遮对扫罗的心内发出一个问题：主啊，你是罪，我就怎样做？兄弟姊妹，检查咱真久毋捌想即个问题。今仔日伫遮，我要搁一遍提醒咱做基督徒真久可能麻痹啊。总是咱爱看重你本身甲上帝的关系，愿上帝会早起，搁一遍光照咱，互咱会当对心内发出扫罗即个问题。主啊，你是罪，我就怎样做？启示录是规本圣经内面上困难读的一本，真深真困难，所以有真侪人无爱读启示录。总是恁若详细读启示录，你会发现启示录是圣经内面上有五望的一本。伊的主题就是荣耀甲五望，甲你讲所有困难的后面，拢有上帝伫掌管。上帝要带领咱进入一个更较悬的境界，就是人所有的福气，毋那是世间的福气，是有一日，当咱离开世间了，咱会当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，参上帝永远三角徛起。亲像诗篇23篇的上尾句，讲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，这才是咱上大福气。使徒约翰伫90岁时，受当时的罗马皇帝多米定的迫害，将伊放逐到一个拔毛的小岛。伊伫遐看到启示，圣神对伊讲你所看见的，拢爱记落来，传互后代人。阁有声对伊讲，这个国外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君王，是元首。所以启示录第1章真清楚甲咱讲，荣耀、权柄、尊贵，拢属于耶稣基督。所以咱毋通失落这个信仰。耶稣基督，你是甚物人？第一点，伫第8节，主上帝讲我是阿利法，是欧米伽，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永远伫地的全能者。阿利法是起头，欧米伽是落尾，是希腊字母的第一字甲上尾字。意思就是讲，耶稣基督是起头的创造者，嘛是最后的完成者，是起头的，也是落尾的。人类一切历史拢包含伫伊的内面。因为咱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是起头，嘛是落尾，所以伫咱人生的过程中间，咱爱用一个不变的信仰来信靠伊，因为伊是一位全能的上帝。第二，伊是荣耀的主，伊是大祭司。对12节到16节，咱来看圣经节，才有写讲伊头壳甲头毛拢白，亲像白羊毛，亲像雪，代表圣洁甲荣耀意思。本来讲伊
目睭亲像火焰，人所掠做会当隐目，或者会歹，拢无法度闪避主的目睭，伊拢会当看透，因为伊的目睭亲像火焰的目睭。15节讲，伊的脚亲像光亮的铜，亲像经过火炉锻炼。脚是要来行的，经过火炉锻炼的铜，迄款的脚所到的所在是带光、带暗芒。过来讲，伊的声亲像一条水的声音，就是会震动人的心。咱讲一句话，扣人心弦，就是这款意思。所以耶稣基督声会带来活命甲能力。16节讲，伊的正手有7粒钉，代表保罗所建立7间教会使者，伫主耶稣的手中，有主耶稣的保守。16节佫讲，对伊的喙吐出双面来剑，代表耶稣的话会当刺杀人的心，会当感动人的心。这就是咱的主。所以耶稣基督伊是罪，是治罪，是审判的主，是荣耀的主，嘛是咱的大祭司。第3点，第17节，约翰看到这个景象，就趴倒伫主脚前，亲像死一样。主用正手唤伊，对伊讲：无你惊，我是起头的，是煞尾的，也是活的。我捌死过，等你看，我是活到代代。佫有死亡甲阴间的属实。耶稣基督是永远活地主，所以今仔日伫咱中间来向咱启示，用百般的方法来呼召咱，所以咱要怎样来回应这位上帝？保罗直接讲：主啊，你是甚物人，我就怎样做。今仔日咱得到上帝恩典，成做伊儿女，上帝遐尼疼咱。保守、看顾咱经过日子，但是咱敢捌问主讲：主啊，我着怎样做？着怎样做？第一点，你爱关心你的儿女、你的亲人、朋友的信仰问题。伫昨早起，咱少年大学结业典礼顶面，我有讲一个故事，是一个美国牧师 David Wakina 牧师，伊捌讲过见证。伊讲伊的丈母92岁，因为年纪大，所以一寡代志拢袂记了，甚至连伊的囝儿、这孙嘛拢袂记。有一日，伊这个囝67岁，忽然心脏病来过身，所以厝里这人真丢毒，是毋是要互知，还是无爱互知？是毋是要带伊去参加这个告别礼拜，还是无爱？想带伊去，伊嘛是戆戆坐伫遐，毋知影家己囝死去。总是若无带伊去，迄个心佫过意袂去。最后，因决定讲嘛是带这个阿嬷去参加这个囡仔因囝的告别礼拜。当这个92岁的老大人，逐项拢毋知，伫教会内面，伊点点坐伫遐，别人做啥，伊嘛无反应。总是。当牧师讲咱这时，请咱来念诗篇23篇，伊敢若亲像活起来共款，甲人伫遐大声念诗篇23篇，念甲真清楚。念了，人带来到伊囝儿棺木头前，伊伫遐问2个问题，我感觉这嘛是值得咱思考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伊问讲 ：Is this my boy? Is this my boy? 这个敢是我的囝？这个敢是我的囝？第二个问题，伊问讲 ：Did God bring him to heaven？ 上帝带伊，有带伊到入天堂无？伊有去到入天堂的所在无？这个问题是真值得咱思考的问题。咱敢捌关心咱的儿女、咱的亲人、朋友的信仰，关心因所行的路？最后是行到天堂，还是毋是到入天堂？会到入上帝的所在，还是未到入上帝的所在？这个混沌的老大人到入最后，伊还咧关心讲：我的囝有到入天堂无？求趁上帝，互你伫世间的日子，来关心咱的囝儿孙，关心咱的亲，
亲友，因所行的路径是行到了倒位？咱是毋是有关心因行到了倒位？耶稣基督，你是什么人？我就怎样做。耶稣是你的主，是活命的主。若无伊，咱就无永生的性命；若无伊，咱就失去愿望。所以基督教毋是只有甲咱讲一个宗教的道德标准，基督教是甲咱讲，你会当甲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，这是一条路。然后，这个关系要带领你对今生到永生，互你会当伫世间成做上帝器具来互上帝使用。第二，我着怎样做？你爱甲上帝建立爸囝的关系。Bill Bright， 伊是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的教授。伊讲伊信主了后，伊上挂虑的，就是伊老爸。伊老母嘛，逐日为着伊老爸来祈祷。总是这个老爸，迄自我感觉良好。伊感觉讲，我毋捌做啥物歹代志，我人嘛真好，逐个人嘛真尊敬我，所以我无需要去教会。伊的囝 Bill Bright 真正关心伊老爸，逐日拢替伊老爸来祈祷。有一年的感恩节，咱知美国伫感恩节是一个咱亲像咱过年共款 ，Family Reunion， 今日孙拢爱倒来到伫老爸老母的厝。所以感恩节迄年的感恩节，伊倒去到老爸老母的厝，伊真想要甲伊老爸来谈道，真坦然甲伊老爸来讲起圣经。伊讲：我毋是袂惊呢，我毋是袂紧张呢。一个囝儿要对家己老爸讲起宗教信仰问题，有时真歹开嘴。所以伫迄暗食饭饱，老爸家己就坐伫客厅，伊就坐去遐坐伫伊的边仔，甲伊老爸讲：老爸啊，今仔日我转来有一个特别目的，我要甲你来谈起上帝的关系，你甲上帝的关系。伊老爸听到即句话了，开始就真无自然，看外口，念伊蒙面，念伊蒙溜伫遐超工歹看伊囝，要倒撇伊。因老爸甲伊讲我人嘛袂歹呢，你的老母则需要，我无需要。所以伊囝甲伊讲：老爸毋是安尼，今仔日我要甲你讲，就是上帝足爱你，伊真爱你甲伊有一个爸囝的关系。你会当个人来捌伊，伫遐伊用圣经真坦然，甲伊老爸来谈道。总伊老爸徛起来，来讲连讲则讲，连讲则讲。今日要甲你房间，总是伊的囝 Bill Bright 的心并无安尼就放散。伊转到伊的厝了，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毋通将即个时间拖伤久。你爱我的老爸，我嘛爱我的老爸。有一日伊敲电话转来伊的厝，甲因老爸老母讲学校派我到旧金山来参加一个会议，所以我要转去厝里住3日。圣神安排就是安尼。伊转去厝里住迄3日，拄好因教会有一个报道会，所以转去的时暗时，老爸互伊的老母甲互 Bright 的老母甲伊招因老爸去教会。牧师伫遐讲道山时，牧师讲，恁若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你要互这位上帝来保守你一生的路程，请你勇敢徛出来。伊的老爸竟然徛起来，行到头前，伊老母嘛对伊老爸出去，伫遐流目屎祈祷，伫遐接受主。第二暗，伊老爸搁去，一个小弟拄退伍无偌久，老爸嘛招伊去。当讲道煞，牧师讲，伫会中，你若有关心你的亲人，请你行到伊的身躯边，手换伊的肩胛头，带伊出来。伊老爸嘛是徛起来，行到迄个小囝的身躯边，带伊出来。所以第一日，互上帝感动；第二日，伊就竟然会招伊的细汉囝来遐认捌上帝。第三，无一样代志会比了上帝所使用，搁较欢喜的代志。
伫美国伊的传记内面，伊有讲一个见证，伊讲世间无一样代志比你奉献了上帝使用搁较欢喜的快乐。伊讲你趁搁较侪钱，迄款欢喜嘛是一时得的。你真有成就，迄款欢喜嘛是会袂记，有一日会过去。总是你互上帝使用，去带人来归主，迄种喜乐是久久长长的。伊讲，伊伫 UCLA 教册时，伊的厝开放予学生做查经班，有时嘛招待遮学生伫遐食饭。伊讲有一样，一个学校内底真出名，橄榄球，咱知影美式足球伫美国是足侪人爱看，真出名一个明日之星，嘛来伊参加伊的查经会。所以伫迄个查经会了，伊甲伊谈信仰问题。总是迄个人甲伊讲，我永远来，是我陪我的查某朋友来。我对宗教无趣味，我只有对拍球有趣味。球是我的生命，我的世界只有橄榄球。伊伫遐问伊一个问题，来拍动即个少年人的心。伊讲有一日，假使你的骹若断一支条，你袂当阁拍球，安尼你的人生要怎样？即个青年人伫遐醒悟起来，顶告诉伊伫咧想迄个问题。有一日，我的骹若断一支球，都毋是我的生命。所以第二礼拜，伊过来参加迄个查经会 ，Bill Bright 伫遐带伊决志接受耶稣基督。即个拍球的选手后来有迄个职业队要请伊去做职业选手，总是伊甲辞掉，伊去读新南医，最后做牧师。后来成做雷根总统的牧师，伫华盛顿 DC 伫遐牧会25年久。伫雷根总统就任的时，伊受邀请去参加迄个就任典礼。迄日司会迄个议员主持典礼迄个议员，嘛是当时伫个家庭参加查经班来接受主的一个学生。尾尾伫遐带伊来认捌这位上帝。迄位青年人接受主了，真追求，后来伫议会成做一个大家所尊敬、真有领导能力，用上帝真理来领导国会一个议员。伫雷根总统就任的时，伫遐主持迄个就任典礼。迄位成做迄个球员，成做牧师，迄个牧师伫遐带领全国百姓祈祷。所以 Bill Bright 受邀请坐伫迄个贵宾席的顶面。伊讲就任典礼完。因两个人搁带人来看伊，甲伊介绍讲，即个是恁属灵的阿公，阮是伊属灵的囝。伊讲伊迄日坐伫迄个台顶参加迄个就任典礼时，迄款的欢喜是欢喜到袂出哩。因为伊真做上帝的器具，因为伊相信献互上帝所使用的人是上有福气的人。有一个福音人，伊嘛捌做一个见证。伊讲伊是世界上戆的人。伊讲我的囝儿大学读医科，读迄个牙科，毕业了，伊要献身读新南医。伊老母甲伊讲迄也通，讲你做牙科，你的牙科医生，你会使一面甲人车喙齿，一面甲人传道理。伊倒伫遐，伊也走袂去啊。毋若传道理，你阁有钱通趁，安尼敢毋是真好？哪有一定爱传福音？哪有一定爱献身？总是这个囝甲伊讲老母，上帝呼召我有感动伫我的心内，我感觉献互上帝比做艺术较好，所以我有感动，才要去读新南医。什么人会当互上帝使用？献身互基督，成做伊的仆人的基本信念，就是因为你相信这是上大的应允。这无论你是呼召，是全时间的服侍，还是只有伫你工作场所的服侍，咱拢爱存一种心，来到主的面前，甲主讲主啊，我相信你是世间的君王，是元首，你是活的主，我愿意将我的性命献互你。
所以伫遮讲主啊，你是治罪，我着怎样做？愿圣神帮助咱，互咱会使去通过牧师所讲的信息，知影咱着怎样做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请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伫逐世代兴起一个人参与你福音的大使命。你竞选保罗，互伊将福音传到罗马帝国，到日今仔日，你的救恩一直影响全世界，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。阮恳求你今仔日搁一遍感动阮，唤醒阮来思考这个问题。主啊，你是什么人？阮着怎样做？帮助阮，无论阮伫求学过程、伫工作场所，拢会当互主所用，关心阮的亲人朋友的信仰。阮安尼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